歷史以賽亞書51章1節，追求公義，尋求耶和華的你們要聽我的話，你們要瞻仰那磐石，你們就是從其上鑿出來的；你們要瞻仰那採石坑，你們就是從其中挖出來的。身為基督徒，我哋永遠都唔好忽視自己所承繼嘅產業，了解自己所承繼嘅產業能夠幫助我哋了解自己嘅身份同埋神嘅帶領。以色列人係擁有豐盛產業嘅民族，呢個國家賜予亞伯拉罕同撒拉嘅信心，佢哋嘅後世跟隨住以撒、雅各同埋約瑟呢啲信心領袖嘅腳蹤，神豐厚咁祝福佢嘅百姓，令到佢哋繁榮。佢愛佢哋，令佢哋出埃及，進入佢所賞賜嘅富饒之地。神喺歷史上行咗一啲最威嚴可畏嘅神蹟嚟建立自己嘅國度。神不斷興起堅強嘅領袖嚟引導佢嘅民族，例如摩西、約書亞、撒母耳、大衛同所羅門等。佢差遣大能先知指引以色列人，好似以利亞、以賽亞同埋耶利米。不幸地，喺以賽亞時代，以色列百姓已經忘記咗自己所承繼嘅產業。佢哋好似屬靈嘅乞丐，唔似龐大產業嘅繼承者，亦都唔似皇家祭司嘅成員。你嘅屬靈產業遠比以賽亞時代以色列百姓所承繼嘅更加富裕。你嘅屬靈前輩包括耶穌嘅肉身母親瑪利亞、施洗約翰、12門徒、使徒保羅同埋許許多多嘅歷世歷代嘅聖徒。希伯來書12章2節更加提醒我哋，你有創始成終嘅耶穌作為你嘅榜樣。你或者係擁有可追溯數代嘅家族信心傳承。你係咪睇到神整個救贖計劃呢？神嘅計劃係包括你成為其中一員。呢個計劃包括咗歷世歷代嘅基督徒。神要你參與佢呢一份已經喺歷世歷代展開嘅救贖大功，拯救失喪嘅靈魂。你今日嘅信服就會成為後世信心嘅遺產，等後世可以跟隨你嘅榜樣。求聖靈幫助我哋了解我哋喺神國歷史中嘅角色啦。阿門。